为了要感谢国军长期以来守护国家，这6间国际航空对7月开始呢，推出着军人大型上训练机的服务。不过国防部是有规定，讲这出国的官兵是袂当找身份证明的，防执行讲是看有食无。那国防部也讲会配合来修正相关的制度，把这限制汰掉。 交通部长陈世凯、国防部长顾立勇到场比赞，官兵摕军人本人优先登记的牌仔。对于7月开始，6间国际航空公司共同推出现役军人坐国际线航班，享有优先登记的礼物方案。陈世凯讲是为着表达对国军保卫国家的敬意。未来第2阶段希望扩及到现役军人眷属。 我们也希望在第2阶段，在身份认证上面，对航空公司来说便利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希望眷属能够列入第2阶段的这个优惠。看似是一个平衡的安排，但是却蕴含对军人恪守职责的认同跟感谢，对国军官兵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。 未来国际航空航班伫进行登记作业时，会经由登记公布邀请军人优先来登记。军人只要提出军人身份证，工作人员看过了后就知有礼物。也不过根据国军人员身份证明管理要点，规定官兵袂使拿身份证明出国，防执仪礼物恐惊看会到、食袂到。国防部赶紧应应。国防部已经配合修正了相关规定，删除不得携带身份证明出国的条文，调整为连国内的航线都可以比照的话，更好的一个方式。那当然，这个也必须要有一个共识，因为毕竟这些会影响到一般的百姓。就伫国内推广建军文化同时，强军亦搁对台湾增加军事压力。 进前524年假，强机侵略台湾的数量有小可较减少。也不过国防部初6公布，一天查到38架次强机、7架强艦、1架公务船伫台海周边活动，国军也是严密来监控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